乜嘢？黑鼠仔喺 Ivy 部機嘅後面 ，Ivy 電腦後面 ，Ivy 有兩部電腦嘅，係啦，但係佢話日後咧，佢都係可以一部嘅。偏下嗰兩個冇啦，冇 update 到啦，淨係 update 晒要用電話嗰啲人，同埋要用電話嗰啲位，跟住冇用即係唔會用嗰啲電話嗰啲位咧，將佢歸咗落去 Netgear Switch 嘅。咁冇錯。15個空位，跟住有2個分，一個 uplink，咁加埋就啱啱好40%，咁就嗰兩隻天后啦。冇啊，唔知啊，用翻齊嗰先啦。換線就真係要後面所有字晒佢再執啦。我驚，因為都係咁樣嘅驚 HKT 再嚟咧，又再亂過啫。咁不如定好晒啲機，之後再睇下啲線要點樣執嗰個啦。係啊。根本就冇啊！係啦，唔係估計啦，大部分都係相反，一部分係偏向係啲拉屎音嗰啲。
the handrail，请紧握扶手。我咪塞車嚟嘅，條條咁塞。好。塞車咁樣，The next stop is Sharpwood Road. 下一站是长铁道。請緊握扶手。Please hold the handrail. 請緊握扶手。周生啊！希德香港上學嚟咧。
南華街。點玩嘢？请紧握扶手。请紧握扶手。
of the handrail，请紧握扶手。
Thank you.มองตั้งมองลง ปั๊บจึงซีหัวฉันเอาคิวนี่มีเรื่องเดียว
對就食 A 嚟嘅。湖景村湖翠樓。湖翠巷湖翠之後。再去湖景村湖翠樓。前往屯門碼頭嘅乘客，請依選擇落車。Please move here ahead. Please alight here. 前往屯門碼頭的乘客，請於此站下車。我覺得應該係咪嗰啲東鐵城間學校呢？北樂花園。The next stop is Melody Garden。下一站是美樂花園。請緊握扶手。Please hold the handrail。請緊握扶手。叫我離開咗學校啊！你去都冇用啦。但係佢咧，你嘅公廁成間學校啦。誒，果然係影到佢咧，你嘅學校區域嚟嘅。好意思喎，
你去都冇用啦。果然係你個佢咧，你嘅話都嚟嘅。發膠啦！得啦。你話發膠，你真係有日跌咗啦！唉。唔好練啊！哦，所以咧。哦，所以發哦，所以最冇事心。佢冇碼頭，應該係出四方方，黑黑地。佢嘅呢個會。佛教和南京中学2A09。冲锋什么？没有。PM。
乜我話係估學校啊，唔係地啊。周順熙，你早喺初紅3 percent 咧，俾我一次提示，係咪呢個好事？係佢3 percent 俾我一次提示啫。都好喎，都可以留喎。Thank you for traveling on our route number 259.